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，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了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，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像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，村长不会骗你们钱的啦。我拜托你，钱叫你好啦，我求你啦。春娘伯，你今日甲钱还我啦，拜托你，莫开啦，你开我钱，你开我钱，我先赚。大舅，代志拢是我领出来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甲恁分析的啦。代志拢你领，我你嘛无啊，以后人讲好啦。好乡亲，恁听我讲者，咱大家熟识上少嘛有30-40年，我感觉做过对不起大家代志，无对。我知影大家谈的拢是艰苦钱，但是我甲恁保证，给我一点时间来处理。我提大手，就算会倾家荡产，嘛袂欠大家7500，安尼好无？好啊！你讲啊，你讲这时间啊，我有时间啊。对啊，你讲啊，你若讲话就安尼话。你讲啊，时间你来要用我啦。嘿，各位啊，大家冷静，冷静，恁大家拜托。各位，我是村长的亲大兄啦，我叫做洪金龙，我伫马景开一间金龙国术馆，相信大家捌听。金龙馆。我甲恁讲一下大手的咧，一定讲会到做会到，吼！万一若是真是无倒当害你，我甲恁保证，一个月内我一定害你咧，好无？你讲我大家拢有听清楚哦，即摆有金龙山做保证，绝对无问题的啦。真正无问题。金龙山你要负责吼，各位啊，金龙山负责无问题，行咱两行。好啦，等下。万贵，啊，来把你家娘切的啦。好，多谢哈。春瑞啊，想到代志哪不讲呢啦？拢是迄蔡明勇啦，伊设计陷害阮的啦。蔡明勇，当然，什么代志？有人要找你，伊讲伊是地大手的大哥啊。洪金龙，叫伊来。啊，金龙兄，什么方法来出来？俺行，20万年无见面啦。好啦，卖好说啦，咱确定有诶无啦。啊，真好，请坐。你刚刚咧讲呢，我也无去
你要来做啥物？我拢知影。介好，咱明明是乡亲，希望你看我的面子，手先举到悬的，放大石甲村遐煞，影响袂硬。金龙兄，唔是我要写你的面子啦，歹势，我做袂到。李勇啊，这样代志是你甲海吉啊，两个设计来陷害伊的。咱明明是乡亲，为何做你要安尼做？这要怪管你啥话？伊侮辱我，侮辱了受过过，我安尼做，只不过是互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。好啦，总讲为什么有来得罪你？为何做你要做这转？金龙兄，你即摆是伫遮骂我做了啥？为啥无骂你家己小妹？当初伊侮辱我时，啥话讲遮尔毒，伊遮尔毒，我就袂当转。好，好啦，我的小妹来得罪你，我做大兄人，大家甲你赔罪用的袂？金龙兄，赔罪，一句赔罪了啊，就要叫我所有的代志一笔勾销，我做袂到。无你想要再解决？我无想要安怎样啊？你所欠我的钱，拢摕做我赔我着啊！伊明明无欠你事，是你甲海吉啦，设计来陷害伊的。龙兄，讲话要有证据。你敢有啥物证据讲我甲海吉设计来陷害伊咧？有嘛对毋对？也毋过伊所欠我的钱呢，是白纸写互你写甲清清楚楚呢。我一千5年呢，我都放你耍。你哦，你目睭有人伤高呢？我求是大是安怎样啊？你敢无法度？我等于食伊狗狗。你当袂记哦？存落来要我这大兄弟的。金龙兄，你就是讲你还阁是20年前你是毋是？你过时啊啦！我就唔像种一只老狗，会当逼出什么把戏出来？我是高价的。想到你慢走，家己上无水准人冤家相拍咧，是我面子。你别无水准，讲。嘿，你有那个你。大舅的，阿兄讲要去找蔡明阳，到当拢还袂倒转来，我是急到要死啦！我嘛急啊！蔡明阳是足向导的，啊，恁阿兄佫遮直个人哦，我实在惊伊会吃亏。这个阿兄，伊佫偏偏不爱互咱对啦，讲啥物吼？因江湖人咧处理代志，有江湖人的方式，讲咱若去吼，就会低骹跋手，增加困扰。啊，他即马呢，是伊咧增加咱的困扰呢，害咱后要烦恼死啊呢！喂啊！喂，阿兄，你叫人掠去警察局？蔡先生，你是毋是有要对洪金良提出告诉？我当然是要告伊啊！哦，多谢哈。蔡明阳，你，阿兄，你是？我是家属啦，我是伊的小妹。阿兄，啊，咱即马情形啥款？你敢要讲我？蔡明阳，你是有良心啊无？你凭啥要告阮阿兄？我啥会免告？我是被害者呢，要告唔告呢？迄是阮家代志。吼，你是啥物咧？明阳啊，莫安尼啦，啊，大家毋是无熟悉啊，就听到遮歹看面尔，算我救你啦，好无？大手的，莫救伊啦，靠起别个啦，哼，要告再告啦，伤害做人听啦，无啥物遗憾啦。哦，金龙兄，听起来你真有气魄款的，你竟然敢唔惊乖呢？安尼好，所长，我决定了，告到底。蔡明阳，蔡明阳。较细声，较细声咧。是的，是的。组长啊，阮阿兄老实人的，唔捌甲人冤家呢。虽然伊是学军头的啦，不过这军头无咧学白拍人的，迄个是歹人啦，不管是咧欺负人的啦。今仔日哦，发生着啊，当是毋是会当互我保阮阿兄倒转来？这爱等详细笔录做好势了后，再过来讲，吼。你先出去啦。志强，你做啥？我要出院。啊，你伤得严重
好，那会使出院啦。无要紧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啦。志彪，你若对我遐尔冷淡，问你家己啊，我哪知影你气我啥物啦？我想要问你，俊男兄咧？你问我创啥？阿姊，你敢知即摆大家拢讲你贪着烟花富贵，甲叫谈文化的？我真正想，你心肝内面明爱是俊男兄，你想要叫谈文化？对，俊男兄是啥物拢无，谈文化啥物拢有，再不是贪着烟花富贵，要贪的啥物？我不准你安尼讲，我是你阿姊。阿姊做唔对，我就袂当讲晓。志彪，敢讲你还无了解我？我敢是一款查某是无？别人有人误会，啊，拢无了解我，拢无要紧。干那要你袂使哩？无你会当甲我讲，你是还要放弃俊男兄来嫁谈文化无？哈？请你叫伊结婚，我不准你叫伊当文化。我会嫁予伊有爱理由，叫你暂时慢问，后摆我会互你知影。阿姊，你啥物拢莫个问啊！你先将你的兄弟留好才讲。什么代志啊？啊？蔡明啊，咱拢知影你要对的是阮翁仔某，这跟大姑啊一点仔关系都无嘛。哎，你安讲对毋对哦？恁大哥嘛是为着恁的代志，亲门大户来甲我拍，我免有可能讲放伊煞咧。蔡明阳，今仔日阮大兄会拍你，全因后果你家己真了解。伊一个足土公性的人，伊的心肝是真好的。既然是去侵犯着你，我是个小妹，无互你拍倒转来嘛。那我拍你一个查某人是要创啥的？啊，无我都爱安怎做，你才甘愿放阮煞啦？你武就我武就到有寸，这口气我推。我知影你对我真生气，也毋过今仔日同伊遐尔痛恨你，你家己拢毋免反省一下是无？既然你是针对我来，看安怎你才要变我煞？你讲会出，我就做会到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。我甲你讲的。真好。也若安尼呢，我爱你跪我面头前，用你的喙齿，甲我皮的钱互清去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命是缘分，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用你的喙齿，甲我皮的钱互清去，对我骹帮软过。你讲的什么话？你啊！蔡明啊，我会欠人1000万，新开的公司会欠你的钱，你交我50分钟，拢是你一手造成的。阮翁仔某甲你什么冤仇？你会敢逼甲走头无？我甲你讲，我的人你嘛真了解。平常时我要甲人计较，但你也知哦，我嘛毋是好欺负的。下头这你嘛搞清楚，即嘛蔡明阳，不是较早蔡明阳。真好啦，甲侮辱我绝对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阮翁仔某甲你点头，还阁袂煞你。会用的，别让我帮你耍用的，你会照我意思做。蔡明阳，你真系欺人太甚。别甲开，来等。地大手，我予恁机会，你唔知影通把握。今仔日若无照我意思做，我绝对要互你死甲真歹看。我嘛毋是叫人哈大，为了保护我的某，死我嘛唔惊啦。是啦。哎呀，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！好，恁来上拄好，我才想要拜托紧啦，去通知恁奶奶。啊，是什么代志哦？其他办一摆手续，领像我孙女的物件。
什么物件？是一款锁匙啦。锁匙。是啦，是咱厝内的锁匙。你锁匙摕啊，去我囥的门床头，哎呀，边后一个拖甲拍开，内面有一个暗格啊，暗格甲掀开咧，内面有红甲这田园书记，也有我这印鉴证明。小弟我写委托书互恁，吼，啊，你到时啊，将遐田园书记摕去变卖，啊，赶紧借物去害害。阿兄，我要来个卖咱的祖产啦！你是互我拖累，才会来遮富贵。你本来拢无怪我，我要卖祖产替我害这无。但是靠怎样啦？春花啊，咱是兄妹啊咧，照讲咱洪家遐的祖产你嘛有就问题。当只是阿爸甲阿母重男轻女，上你都要嫁出去啊，所以无分互你，应该留一寡互你啦。既然阿爸人无分互我，拢是阿兄你的财产，我都已经嫁人啊，佫较无应该摕咱外家的钱啊。对啦，阿兄，啊，袂用你卖祖产替我害这母啊。好啊啦，等你遐尼舅母，啊遐无去变卖，你要用啥物钱去害人的这母咧？阿兄啊，好啊好啊，莫安尼讲，我已经决定啊，你照我来去做就对啦。这是签单，若无问题，但面顶签一个订个手。好，多谢。哇，阿兄拖报甲清楚，啊，这锁匙遮大官，慢慢对一支有当开遐田园甲厝边做下袂啊？大家就开看卖，就知。你讲啥物？红居然要卖祖产替大叔来行这母？是啦，已经找到买主啊。袂用咧，绝对袂用互因卖死啊！影若无我就变袂倒。准咯，你甲我找一个查某人出来。什么人？红居然因某大骗啊！洪律师，麻烦你直接小签一下名字。春花啊，莫去艰苦啦，这决定要卖啊。是啦，这祖产吼，要卖也是不得已的苦衷，这我知影，所以我这个介绍出了也真合理。洪律师，要卖也是唔卖，由你决定，我袂来强迫。阿兄的好意哦，签落来。小等下，阿嫂，春花啊，你嘛小甲我存一下，你今晚做啥哈？你卖田地啦？你真欠哦！我无地，你来阮家甲我偷卖走厝，毋是偷卖啊！阿叔，这阿兄有同意啦。伊同意，我都无同意啦。阿嫂，这好样书，我甲你讲哦，这间厝我有权利哦，我若无同意，阿嫂人都无得打咧。阿嫂，英雄啊，啊伊哪也袂转来啦？哟，啊那较即仔个，啊无甲咱骗啦？哈？安尼哦。啊，甲咱骗哦？对啊。啊，你无钱要安怎？关公你使唔对咧？啊，甲即个，啊唔转来。大家卖惊，卖紧张。村长跟村长母啊，绝对不是那种骗你们钱的人啊！大家放心啦，他们进来啊！好啦好啦，水灯来了，水灯来啊！啊，放心。村长来灯来啊！灯来啊！啊，有装着钱无？村长啊，村长母啊，有无？装无哦。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你钱当时会当还阮啦？有啦，我是有暗算讲要将阮后头厝迄块田地卖掉来害恁啦。阮大兄嘛拢有答应。啊，到阮阿嫂走倒转来主动，毋才会卖无成啦。哈，村长嘛，啊，等你迄地有卖无卖，跟我无关系啊！啊，你迄钱当时他还阮，你毋着甲阮讲？对啊，嘿啊！好了，大家卖吵，不要逼村长嘛，好不好？老王啊，当毋是阮隔壁咧，阮嘛是无法度改安尼啊。对啊，阮阿嘛是拢不得已的啊。蔡刘伯啊，你嘛讲一句话咧。对啦。恁大家听我讲一句啦吼，欠钱是一定爱还的啦。啊，大家拜托，互我一点时间，我甲我这间祖厝卖掉，钱还恁，安尼好无？大叔，啊！哎呀，喂，你袂用将祖厝卖掉，你袂用将祖厝卖掉啦！莫代志啦，安尼是不得已。哪要紧啦，袂用的啦，你袂用甲卖掉。唔卖是要对摕钱来还啦。阿嫂，你怎么要叫阿兄将祖厝卖掉？你啊！
村长说的大家都听到了，大家放心了吧？小刘伯啊，唔是阮大家逼你袂做厝啦，啊实在都。恁无逼我，是我家己要卖厝的，无安免安遐恁钱吼，唔是恁人。哎好，大家再等下哈。啊，无咱请咱等下，哈。安谢啦，等下，好，安谢啦，好，等几工啊。冇问题啦，冇问题啦，好，等下。村长啊，你真的要卖这间房子？我是咧对中资。那以后你们住在哪里呢？拜托你，你给我睡一间厝好。好，我住的那边还有很多的空的房子，房东很熟，我去讲一定会算得很便宜，没问题的。行，安尼决定好。也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个，我只甲你买新衫，你有带无？阿姐，多谢你啊。这个，你是咧想起阿姊顶爱甲你拍的代志是无？无啊，哪有？佮讲无，啊无你含衫拢买看一下。阿姐，我真感谢你买衫有啊，但过我已经大汉啦，我应该过我家己爱过的生活。我袂当厝以前同款，拢安尼受你照顾，连衫你都甲我买。啊，你是我的小弟，我照顾你，甲你买衫，啊你敢唔对？阿姐，这毋是对唔对的代志，你一直安尼照顾我，我是永远袂大汉。不管安怎，你永远是我的小弟啦。啊，我照顾你一世人，嘛是我欢喜甘愿的啊。是，你已经嫁人啊，你是当家媳妇，你有你的家庭，你有你的生活啊。我袂当去搅扰你啊，我要过我家己过的生活，你要管我家己合无？志强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呢，我哪会使放你一个人伫外口啦？志强，你若只讲拢无唔对啦，咱是亲人，毋是外人。你若搬我遐大，大家嘛互相会用照顾，我甲你阿姊嘛较放心。是啦，志强，你搬来甲我大好无？莫阁互阿姊烦恼，啊？志强，志强，好了，我带。志强，今晚落雨天紧淋淋的，你对上会较紧好啊。阿姊，多谢你。没事，多谢啦。真芳哦，这边有我的风无？你要食啊？啊，无我过来去煮啦。这个唔免啦，我甲你滚生笑的啦。志强，以后你就家家当作家厝免客气，知影无？阿爸，阿母，你转来啊？阿爸阿母，小小弟志强啦，志强。亲家，请恁啊。坐啊坐啊。弟弟、徒弟，恁倒来啊？少爷、小奶奶，王少的房间已经整理好啊。多谢你哈。文华、秋萍，你两个对我入来。志强，你先甲汤啉啉的，阿姊入来一下吼。秋萍，拄则秀姨仔讲什么房间整理好啊？到底什么意思？阿母，是安尼啦，我看志强敢一个人安尼啊，我叫伊来咱遮住啦。规伫咱空的房间真多，也无差加住一个人，而且伊阁是秋萍的小弟。我毋管这是送的主意啦，这个代志我无赞成。阿母，秋萍，毋是我这做大家爱讲啦，人咧讲歹查某就坐客兄，若歹媳妇就坐亲情啦。阿母，啊毋过秋萍干那志强这个小弟安尼啊？各有各法啦，家有家规啦。小弟啊，你即摆已经嫁给阮陈家咧，是阮陈家的人啊，这点你也对不对？阿爸，你的意思是讲秋萍嫁来咱遮，就爱甲伊以前的亲情断绝往来？咱陈家敢有这种家规？有
我也无安尼讲啊。小平啊，志强是你的小弟，你3、5时要带来出去佚佗，我是无意见。你要甲留踮咱兜，我唔肯。阿爸，志强伊甲剩我这个阿姊尔。恁要照顾的方式真济，随在看你要怎照顾伊拢无要紧，我就是不准你踮咱兜啦。阿爸，阿母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你还搁咧问为什么？志强是一个通缉犯，阮就是无愿意厝内底带一个通缉犯啦。阿母，志强伊会杀人，伊有伊的原因伫个啦。你也来管你妈妈讲话歹听啦。志强夜倒杀人，我甲你妈妈2个人当时在场看甲一清二楚。伊明明就是要甲蔡明宏杀死，我唔管伊什么原因啦，夜倒杀人就是唔对。阿爸，我想因志强是一个好囡仔，伊是一时的冲动，我是因姐夫，我应该照顾伊。我是感觉应该该留落来。我绝对唔叫伊蹛咱兜啦。阿爸阿母，你莫阁怨啊啦！我无希望因为志强的代志，造成厝内底无欢喜。我再讲志强若大落来，一定袂安心呢。无话，无咱伫附近甲志强租一间厝，咱嘛会使定下去看志强。阿爸阿母，安尼敢会使？你这种做法我是无意见，甚至我连出世就应该让。多谢阿爸。阿爸，好啊。小姐，阮小弟人呢？王小姐已经走了啦，小奶奶伊有留一张字条要互你啊。这边，啊志强嘞？志强已经走了。侬还搁咧哭啊？我对不起，我知影我对不起。我若莫安尼笑谈，今仔要变到大汉来卖租厝，这间租厝已经住几啊地人啊。为了我，即马煞都爱卖来害债务。咱煞无地当去，拢是我害你，拢是我害你的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翁仔某是共心的啊，哪有啥人害啥人啦？我若免想要做当娘啊，我若脚踏实地过日子，今仔日嘛袂变到即款的地步。你敢知影我上欣赏你倒一点？就是你的个性足条直，袂安尼假先假当，是非分明。你若看到对的代志，头咧直直拼入去；啊，若看到你唔对，硬要甲假，你嘛要甲假甲赢。认真讲起来，较见识的人应该是我。当一个查甫囝，我煞比你较无勇气。这林超明讲这个代志，我拢想着咱家己的安全，袂记做人的原则。我哪会使见识？我是算啥物查甫囝我？大手的，你若煞咧怪你家己啦，代志会变干的。拢是我害的，你不但无怪我，搁证明你家己互我看。我知影你对我足好，足疼我，会当嫁你这个好后生，是我前世人上好运。咱唔通搁来哭啊啦！你讲顶世人相好，才叫我这个好翁婿。这是欢喜的代志，唔通哭啊！我顶世人一定举顶火，唔来举偌大拍咧，
照着带你这个好某啊，吼，莫艰苦，咱还阁少年，咱是有福气的人啊，恁阁为头拼起嘛。一斤就要算啥？对，我甲买10斤互你带，好无？无丁啊！哪安尼啦？都会人家那个。哎呀，香啊！无丁啊，咱你是含上啉啦？阿嫂，你若是你也论地价，比甲什么人无会算钱啦？你搁害我白白了50万，搁多欠了30万，害阮即摆连大所在都拢无，你知无？囡仔会甲你若说来讲话。我讲的我唔对，拢嘛是你啦！伊安尼变到这种地步，你就是要当拢惊伊啦，拢听伊的话啊，哈，拢安慰伊啦，伊唔得变甲你头壳顶起你啊！你跑啦！无听啦，即款话袂听的啦，你无安尼骂你阿兄啦，即嘛是三家款，较细声的啦，会向笑。若讲假好万事成，假不好就万世见。即摆厝内已经变到即款地步啊，咱唔好做互人笑啦吼。啊，咱兄嫂小姑仔感情也袂歹。我甲你感情袂歹，是当作你逐项代志拢为阮第一个。有啊。啊，结果咧，你逐项代志为恁翁家尔啦，为恁后头厝。无啦，我无为后头厝啦。恁阿嫂脚拄啊，会倒转来阻止你卖田地啊！我看是你心肝内底唔甘恁翁家的祖产啦，你唔甘恁家的财产，就叫佮卖走厝，你是无讲落单，你歹查无？你歹查无？恁啊，较无意思的。即摆是咧讲啥啦？我讲的我唔对，本来就是啦，你歹查无？歹查无？你歹查无？你啦！不对啦，起来，你笑啦！哎呀，你怕我！我歹读甲无成功，怕你无大无小。哎呀，你就这样了，唔捌拍过我，你竟然为了一个查某你拍我，我是为咱地家己出气，你知无？你真正了解到无？你真正无听我？不听。好去啦，哭哭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伊一定对我有误会啦。伊误会讲我唔肯将后头厝的财产摕出来解决，啊我唔是安尼啊，一定咧外口听到什么人的言话。嘴人个，你家才安尼讲，天公不要咧看。阿姊，莫阁为我伫咧歹做人，我离开啊。等我找到大个所在，我随时会通知你。阿姊，我毋知你是为虾米来计较这户，我嘛相信你有你的苦衷，就亲像我嘛我的苦衷同款。也毋过这户是一个好人，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来伤害伊，我拢感觉是一件真残忍的代志。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。阿姊，代志已经行到这个地步，我希望你会当放开一切，好好甲这户过你以后日子。志强。志强，我只安尼做，是为了阿爸甲阿母，你知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，我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阿爸阿母，早餐。好啦，你来者。好啦，我甲你妈妈哦，要国外一段时间，别的代志交互你。小明啊，你妈妈无伫厝诶，你厝遐小烦恼者哦。我知啦，啊，这是保险箱的锁匙啦，啊，我即马交互恁保管，哦。小明，这你收起来。哦。啊，等代志都交代好势啊，啊无，阮要来去机场啊。阿爸阿母，我送你。好，阿爸阿母再见。再见。
文怀阿爸甲蔡明雄有金钱上的来往，因是咧合作啥物咧？保险箱内底敢有对蔡明雄不利的线索？这边。无啊，啊你物件送阿爸，甲要去机场，你才紧就转来啦。阿爸讲免我送啦，伊叫司机送伊去就好啊啦，所以我就转来啊。拄则我伫房间找无你，想袂到你安尼紧就伫咧遮整理啊。我想讲你无伫咧，啊嘛无代志做啊。啊，我想讲这物件我早晚拢爱了解，我毋则甲拍开看卖啦。哦，啊无你整理啦，我来上班。看头前，还看后边。尊敬啊，尊敬母啊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要再留恋了。我想，像你们这么好的人，老天爷一定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到时候东山再起，再风风光光的把这间房子买回来啊！尊敬啊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去打电话给我啊。多谢。这个是高雄来罗组长。组长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管区王克勤，请问组长有什么指示？哦，我来找田大秋，你甲我来去警察局做。无喏，喂，是安怎呀？你的公司去甲蔡明雄先生的公司借钱，无偌久了后，你的公司就来滑倒，所以蔡明雄先生呢来去警局来检举，告你恶性诈欺。这有误会，阮哪有可能去人借钱？阮才是去用诈欺的啦！这蔡明雄这人外歹，害偌济人，你敢知？伊设咧款套啦！这是你伫咧讲的，无事实的证据，阮警方袂咧采信。你若讲这是我讲的，啊事实是安尼啊，这无你敢会是甲伊共挂的？你唔通我袂讲哦，要若无我是告你妨碍我公务。我讲的是实在，我该面对总是爱面对。我对你来讲，我也无犯罪啊，了解者我定就等吼。你搬厝哦，无咱慢闹吼。介头。坐定。袂用的啦，大手啊！大手啊！陈玲啊，伊即晚咧转去，唔通若无放伊转来是要安怎啦？陈玲啊，这明明是咧蔡明雄嘛，拢是你设咧款套啦，也无好买啦。陈玲啊，光说没有用，你要拿出证据来啊！但即摆是要去倒摕证据啦？但即摆吼，迄个海吉了嘛走到无尾溜，找无影吃。我先送你过去啊，到时候我一定最大努力去找海给啊。走。老王，来啦，你物件小放的，我无想要搬去啊。大手叫人互因带去，我想，无我转来后头厝较有影啦。你要回娘家？啊，这物件吼，就想拢寄放在你遐。啊，保定啊，规暝到即阵拢还袂倒转来，我嘛是足烦恼的。妈，你若是有看到伊，甲讲我转去外家，叫伊紧来找我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
是外头家神啊呢，一人一家呆啦，公妈是随人猜啦。等好的时阵都要转来啊，即马落这啊，要转来告我，安尼敢对？阿嫂，我实在是有困难，我才会转来找你啦。哎，你迄上下底啥啊？阮兜的公妈。啥？你迄兜的公妈你就甲我请转来？你是要甲我惊死哦？是哦，我都大手去互人雇佣啊，叫阮叫去问话啦。我是讲几工仔代步尔，啊无这我是要摕倒去囥啦。我来做大几工，大手若转来，阮就走啦。恁大手去互掠去雇佣要算啥？阮翁哦，互你害到掠去关啦，袂当啦。阿嫂，即马阿兄就是无伫个啊。若讲中所如庙，即个厝内面你上大，即马我拄着困，你敢免照顾我一个是无？即马你知影我上大晓，你要帮我照顾你晓？哎呦，等咱两个袂合啦。啊，你要叫我照顾你，毋着看你有尊重我无？啊，包括款款就要转来，无讲无答，你算讲你是啥人啊？你想要遮大？免讲啦，走啦，无要你大啦。我唔通甲阿嫂激气，我应该爱忍耐一下。啊，你为啥又搁转来？我是讲来遮甲你讲一个道理啦。这间厝是阿爸留落来，我嘛有一半的权利啊，是安怎你才袂法度的？你有权利？你有啥物权利啊？哈？纸头纸尾敢有你的名？啊是倒一块砖啊是你贴的？倒一块地是你买的？你嘛讲互我听啊！转来才跟我讲权利，你若愈安尼哦，我愈袂用你倒啊大人。阿嫂啊，你嘛讲一个道理好无？我也毋是要甲你分财产啊啦，我是照大几工啊尔。大树人伫咧高阳，我落来住遮较方便啦。你莫为难我啦。哎，迄是你的代志，你袂使甲我去大。阿嫂，你怎会安尼啦？我袂使甲我去。哎呦，我捌看你走，我才袂见笑啦。啊，你讲无要大，硬要甲我大，怎无尊重我？好啦，硬要大，我带你歹食困，毋是你试我卖啊咧。阿星啊，恁某讲生囝啦，恁厝的人打电话来。哎，头啊，谁查某查某呀？我交代清楚啊，唔来啊。哎，阿强啊，这车你走，我来看啊。哈？啊，这车拢我走，你知我当时开了啊？是白白强弄啊！要紧啦，这就敢若做生意同款，有赚有了。啊，而且咱做这种代志嘛是唔对的，就算讲是我的报应。对，我回转去啦，袂，即摆还袂当转去。哈，你搁要弄哦？对啊，你去外口购车，我准备一个。对，唔通啦。叫你去，你无听啊？对，我倒下来。4、3、2、出！卡车！你使入去落车，你落来啦，弄着人啊啦！歹势，有安怎无？有安怎？拢倒去车有安怎无？这个阿强，
何你话？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年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